呢度就講到有幾多個三位數同281相加嘅時候係需要進位嘅呢？ Hello， 我係嚟自 Math Concept 紅磡分校嘅 Mr. Jeffrey， 今日就嚟同大家講解一下2025年 Math Conception 答中率最低嘅其中一題，第39題。咁我哋可以留意一下281呢個數字咧，喺三位數裏面咧，相對上係一個較少嘅數字，所以唔需要進位嘅數咧係會比較少啲嘅。咁所以我哋可以考慮下有幾多個唔需要進位嘅三位數。咁到底呢度有幾多個三位數呢？我哋可以知道其實係由100開始起計，去到999。呢度有幾多個三位數呢？就係透過用999減翻99嚟到計算出嚟嘅。咁就會係有900個嘅三位數。咁然之後我哋知道全部嘅三位數呢會有900個喎。咁唔需要進位同需要進位又有幾多個呢？我哋而家就可以諗下啦。當佢個個位係1嘅時候，由0去到8呢幾個數字加1咧，都係唔需要進位嘅，即係有9個選項。而10位呢度係個8字，我哋咧知道加0或者加1都係唔需要進位嘅，呢度有2個選項。之後到8位就會係由1去到7。咁點解唔係由0去到7啊？因為咧就冇0、8嘅，我哋最少嘅三位數都會係100，所以就會由1去到7咁樣考慮。呢度會有7個選項，咁所以我哋知道呢個三位數嘅組合咧就會係由7乘2再乘9去得出嚟，亦都即係話當8位有7個選擇嘅時候，10位係會有2個選擇，所以咧我哋需要做7去乘2。而呢14個選項裏面咧，各自亦都會有9個選項，所以我哋就會做7乘2乘9。呢度嘅答案咧會係126。咁我哋知道唔需要進位嘅數字有126個喎，最後只需要做一次900減翻126，咁就知道需要進位嘅數字會係有774個。如果想了解更多 Math Concept 比賽嘅題目，可以歡迎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拜拜。